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。今日係2026年1月1日星期四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。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呢則新聞啦。呢則新聞資料來自1月1日星島頭條。我哋睇下個標題先。標題係 OpenAI 員工人均薪酬近1200萬，超越歷來大型科創。據《華爾街日報》報道，OpenAI 給予員工薪酬超過歷來所有大型科技初創企業。該公司2025年員工總數約4000人，但人均股票薪酬高達150萬美元，約1170萬港元，為18家大型科技上市前一年平均員工薪酬的34倍。有關分析考察了過去25年來主要科技 IPO， 同時為了反映通脹影響，數字已調整為2025年的美元價值。為 OpenAI 發言人不予置評。報道指出，OpenAI 正向頂尖研究人員和工程師大舉發放巨額股票薪酬，以保持在 AI 競賽中的領先地位。但這些股權獎勵亦正在加劇沉重的營運虧損，以及稀釋現有股東權益。根據財務數據顯示，預計直至2030年，OpenAI 的股票薪酬將每年增約30億美元。報道又指，OpenAI 薪酬佔收入比例料在2025年達46%，在18家公司中為最高水平。根據分析顯示，Palantir 在2020年 IPO 前一年的股票薪酬佔收入33%，Google 為15%，Facebook 則為6%。大家對以上新聞有咩睇法？歡迎留言俾我，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，下次見。